Hello，大家好啊！重新介紹我自己一次，我係青衣車寶山，真係唔好意思，停更咗咁耐，都差唔多10年為一個單位啦。今晚就突發奇想試下重新用我嘅頻道，俾一個叫做唔好話全新啦，叫做一個叫做有稍為有改變嘅自己。就咁咩？喺停更咗咁耐啦，都非常長嘅時間，就發生咗好多嘢。喺2019年咧，就因為某啲事件咧，就去咗某個地方2年幾。而喺嗰2年幾嘅某段時期咧，就有一啲私人膳食就令到我體重暴漲，變到好肥嘟嘟。係去到咧啱啱離開咗嗰笪地方啦，都仲係好肥嘟嘟。如果各位觀眾有睇我 IG 嘅話咧，都知道我係肥嘟嘟到點樣嘅。我就無謂攞啲咩光環啦。總之我依家着住呢件衫，大家都知咩事㗎啦。總之咧，我就愛國嘅，尤其是最中意同啲大陸嘅女士唔講啦，你哋知咩事㗎啦。喺2023年開始啦，我就開始活躍翻喺 Instagram 嗰邊。你如果有睇 IG 嘅話，都知道係點樣㗎啦。就係同某個聯盟咧，就經常合作拍片咁樣嘅。喺幾個月前啦，就因為某個聯盟就發生咗一單叫刀片事件，就連我都牽涉其中。當然就唔係咩刑事恐嚇嗰啲啦，就其他嘢嚟嘅。詳情我就唔方便講，因為嗰單嘢雖然最後都冇事，但係好多事件就係因為呢單嘢好似骨牌效應咁樣，一單接一單咁樣嘅。總之令到我都幾痛苦困擾咁樣，因為嗰單嘢嘅骨牌效應啦，引發到好多嘢出嚟，咁痛苦咁係痛苦啦，但係總唔能夠因為痛苦而本撇，甚至話博同情咁樣嘅。最緊要因為某個人咧，令我開始反思到自己嘅精神缺陷咧，同埋精神缺陷所引發到嘅好多情緒問題，又令我做咩都好似好不順咁樣嘅。如果開始諗到坊間所謂嘅大路啲嘅解決方法咧，就未必幫到我嘅，所以亦都開始上網周圍揾，睇下有冇一啲合適嘅方法去幫到我自己，亦都俾到大家一個叫唔好話全新啦，叫一個稍為開始逐漸咁樣改。最後啦，未來想拍咩？其實我暫時亦都諗唔到，都係屎忽痕叫諗到咩就拍咩咁樣啦。當然最近認識我嘅都係同嗰班某個聯盟啦，就一齊玩嘅。未來會唔會咁出位啦？都可能會，但係當然冇犯法啦。同埋我想嘅就係唔好話太過流於形式嘅。簡單啲講就係，就算係出位嘅，都係一啲骨子裏嘅出位，骨子裏嘅與眾不同咁樣嘅。總結啦，我想俾各位觀眾一個唔好話全新嘅青衣車寶山啦，起碼係一個不斷逐少改變緊嘅青衣車寶山。可能對一啲健全嘅人嚟講咧，就唔當係啲咩，但係對於我嚟講，冇話俾大家睇。就算對於我自己嚟講，都係一個不斷學習緊嘅過程嚟嘅。希望各位觀眾唔好話鍾意啦，起碼立下都好啦。